市場傳出備受關注嘅一宗居屋成交，荃灣上文苑一個極高層一房單位，屬於銀主物業，放盤2個多月一直未能尋到買家，銀主最後輕微調整價錢，減少5萬港元，最終以315萬港元透過居二市場沽出。呢個單位之所以全城矚目，原因在於原登記業主就係轟動全港蔡天鳳案件入面嘅前家翁鄺球。好多觀眾第一時間會諗，究竟係單位本身價錢偏高先至賣唔出，抑或是業主牽涉嚴重刑事案件嘅背景令買家有所顧忌？我哋先由可以核實嘅客觀資料開始梳理。單位資料清晰可查，屬於上文苑極高層10室，實用面積292平方尺，間隔1房。鄺球喺2020年7月運用綠表資格，以218萬2400港元購入呢個單位。當時向匯豐銀行承做按揭，貸款金額高達207萬3800港元，按揭成數接近9成半。換句話講，當年佢只需要準備極少量首期就可以上車。隨住蔡天鳳案件爆發，鄺球面對多重法律訴訟，名下資金鏈斷裂，無法繼續如期償還按揭供款。匯豐銀行其後入稟法庭，正式接管物業，單位正式變成銀主盤。銀主接手之後安排推出市場放售，放盤週期維持2個多月，長時間冇達成買賣共識，最後作出輕微讓步，減價5萬先促成交易。成交尺價大概10825港元，對比屋苑同類型居二放盤，正常市價大約330萬，今次造價較市場水平低大約5個百分點。好多人第一個疑問，呢個單位究竟屬唔屬於凶宅？呢一點係客觀事實，必須講清楚。蔡天鳳遇害嘅地點係大埔龍尾村，並唔係荃灣上文苑呢個單位。案發全程唔有任何人於單位內離世，嚴格定義上唔屬於凶宅。地產代理放盤時亦都會向買家講明背景差異，呢一點亦都成為吸引部分買家願意考慮嘅關鍵因素。跟住我哋拆解銀主賣樓嘅營運邏輯，都係客觀層面可以參考嘅行業規則。銀行作為銀主，目標並非追求最高利潤，首要目的係盡快變現物業，收回未償還嘅按揭本金同利息，減少持續持有物業帶來嘅成本壓力。銀主持有物業期間需要負擔管理費、差餉、維修開支。如果長時間唔能夠出售，每過1個月都會增加額外損失。但與此同時，銀行亦唔會無底線大幅劈價，內部設有估價底線。一旦成交價低於內部可接受下限，寧願繼續持有或者安排重新拍賣。今次只係微減5萬就成功找到承接，反映銀主一開始開價其實距離市場合理水平唔遠，只係市場存在少量觀望情緒，輕微減價就可以打破僵局。如果銀主一開始大幅叫高價，最終需要劈價嘅幅度一定更加誇張。轉到市場層面觀察今次買家嘅取態。而家入市承接銀主盤嘅買家大致分2類，第一類係自用買家，重視單位景觀、樓層間隔、交通配套，只要確認唔係凶宅，業主過往背景只會作次要考慮。第二類係投資型買家，會計算風險溢價，覺得物業有負面新聞纏身，理應要有額外折讓先值得出手。坊間出現唔少推測，屬於民間觀點，唔可以直接當成既定事實。第一個推測，就算唔係凶宅，只要物業同重大刑事案件扯上關係，一定會出現永久性折讓。有資深經紀就提出反論，短期內會影響睇樓氣氛，但隨住時間慢慢過去，大眾淡忘新聞事件，折讓空間會逐步收窄。真正長遠左右價格嘅，始終係屋苑供求、交通同區域樓市走向。第二個坊間揣測，鄺球當年以綠表買居屋嘅安排，後續引發大量爭議。當時外界質疑鄺球同時持有加多利山豪宅，仍然能夠使用綠表資格申請居屋，制度上面嘅漏洞備受社會討論。今次單位淪為銀主盤，亦令好多網民重新討論居屋綠表資格審查標準。亦有觀察者提到，大量高成數按揭買入居屋，如果個人突發面對法律糾紛、失業等突發狀況，斷供風險會遠遠高於一般正常上車人士。第三個市場推演，近期全港銀主盤數量持續回落，筍盤越來越少，質素唔差，極高層嘅居屋一房單位本身有固定需求，
只不過大部分普通買家唔想捲入充滿爭議嘅物業交易，所以初期睇樓量多，但真正願意落訂嘅人比較少。直至銀主作出價錢讓步，先吸引到風險接受度較高嘅買家出手。我哋可以計算反原始業主帳面盈虧，礦求218萬港元買入，物業最終315萬沽出，帳面升值接近97萬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呢個只係帳面數字。佢多年以來需要持續支付按揭利息，後續斷供之後更加面對銀行追討欠款、法律費用、各項訴訟開支，仲有其他稅務債務追討，實際最終能夠到手嘅資金遠遠唔及帳面盈利咁理想。帳面升值唔等於最終可以帶走利潤，呢個亦都係好多投資者容易忽視嘅盲點。將視野擴闊，呢單交易亦都反映而家居二市場嘅現實生態。居屋有補地價門檻，流動性永遠不及私人住宅。一旦物業附上負面輿論，成交週期自然拉長。對於打算睇銀主盤嘅買家，今次個案帶出兩個值得深思嘅重點。第一，一定要清晰分開凶宅同業主牽涉案件，但案發唔係單位內，兩種情況，兩者風險、價錢折讓幅度完全唔一樣。第二，面對銀主盤唔好盲目覺得一定係大筍盤，銀主有內部底線，唔一定會大幅劈價，需要參考同屋苑近期真實成交先可以判斷合理價位。好多網民會爭論，如果唔係因為原業主背景，會唔會唔使減價就可以成交？其實市場永遠冇絕對答案。同一個屋苑、同一個樓層嘅普通業主放盤，可能短期內可以唔使減價沽出，但難以直接做簡單對比，因為每一宗交易同時受買家預算、睇樓時機、市場氣氛多重因素影響。往後大家繼續追蹤荃灣上文苑同區內居屋成交，亦都可以持續觀察呢一類帶有新聞爭議嘅銀主盤。隨住時間推移，價格折讓會維持抑或慢慢收窄，同時亦值得思考。買樓除咗睇交通、間隔、價錢之外，唔好忽視自身還貸壓力。高成數按揭固然可以降低入場門檻，但一旦人生遇上突發風波，隨時面對斷供、物業被接管嘅局面。